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Mega Partica。今日同大家介紹下保力加通道收口同埋開口嘅兩個形態。咁我哋見到啦，收口意味住咧上方阻力線同下方嘅支撐線咧持續咁樣去收縮，咁意味咧股價咧將會有一個收斂震盪嘅一個行情出現啦。咁開口意味住阻力線同埋支撐線打開。意味住咧股價即將咧會產生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波動。好，我哋睇翻保力加通道收口嘅意義咧，即係意味住喺一個股價經歷咗長時間嘅一啲窄幅整理之後咧，保力加通道嘅上軌同埋下軌咧會越嚟越窄，越嚟越緊。咁投資者咧就要去密切咁樣去關注呢一種收口縮口嘅現象啦，因為咧嚟緊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趨勢轉變正在醖釀當中。好啦，咁保力加通道開口嘅意義咧就係咧喺上升過程當中，如果我哋嘅開口咧唔能夠繼續放大咁轉為收縮嘅時候咧，咁意味啦呢一個行情即將進入一個嘅調整。咁相反嚟講，假如話係一個下跌過程當中，開口咧唔能夠持續擴大咧，亦都意味咧一輪跌勢咧好快會宣告結束噶啦。我哋都可以咧睇一睇呢一個嘅股票嘅例子啦。譬如話我哋見到我哋嘅百度集團咁呢一個位置我哋見到咧保力加通道出現咗一個嘅開口狀態啦，咁亦都見到成個嘅股價咧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震盪咁去到咧呢一個嘅上方位置保力加通道出現咗一個嘅收窄上方上升過程當中出現咗收窄咧，咁意味住成個上升過程咧亦都即將要結束，進入一個調整咁見到啦。保力加通道嘅一個收口咧，持續咁樣去收斂到去呢一個嘅位置咧，再次出現咗一個嘅擴大亦都見到波動即刻就放大咗，出現咗個大跌咁嚟到大跌完之後咧，又再次收斂，咁意味咧下跌嘅一個趨勢已經轉換，出現咗一個嘅止跌回升嘅狀態。咁去到呢個位置，通道嘅口再次不斷咁收斂到呢一個嘅位置咧再次放大，亦都意味住一個大嘅波動又要產生咁出現咗一個大幅嘅拉升之後，當呢一個嘅保力加通道口唔再放大嘅時候咧，亦都意味住上升嘅一個趨勢即將轉入一個調整嘅態勢。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收口開口喺實戰當中佢嘅一個用法。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